先开始来关心美国 NVIDIA 辉达昨昏股市收盘，市值是创下历史新高，而且即摆已经超过苹果公司，加入全世界市值第2大的公司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，伊讲要伫咱台湾设第2座研发中心。经济部长郭志辉昨昏伊是表示，无听讲伊要设伫倒位，也毋过伊感觉应该会是高雄。若是安尼，外界嘛关心人才限电，咱台湾敢有材料应付？郭志辉是表示，7月中之前，政府就会清算所有能源政策对外公布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真正是等出要伫台湾起第2座研发中心，地点到底会选伫倒一个县市？初5早起，经济部长郭志辉伫日本伊备询的时阵讲，无听过辉达要去高雄起，不过伊嘛回应讲，感觉是安尼。真济县市首长嘛是咧拍拼争取，希望辉达会当来。第一时间即刻的成立府级的专业小组啊，我们都希望能够积极争取，包括辉达还有其他 AMD 等相关科技的巨擘，工研院、清华、交大等等的有名的大学，所以研发的能量非常的强，也非常乐意的来提供所有的用地。这是专业的判断啊，不是比送东西的啦。我们台南市包括水、包括电、包括已经 ready 的这个工业用地，事实上都还够。虽然台湾开始看到 AI 的商机，但是外界有机讲，2005年到2028年 AI 应用会快速成长。经济部表示讲，会透过公司协力，建构产业 AI 的课程，暗算到117年，会培育20万的 AI 的人才。另外，对电力的供应，以目前经济部和台电的推估，台湾目前电力是真有够，但是 AI 用电量也无法度评估，会变作稳定供电的变数，必须电估算。这嘛，互外界开始讨论讲，核电厂敢会延役，还是停启？郭志辉讲，若核电无修法，依法是袂当延役。若讲要起电厂，设置的时间上紧嘛要6年，根本都袂付。会先用太阳能供电来补。会不会将核电重新讨论？我们现在要补这个 AI， 如果超过我们预期的，是我会先从光开始做。经济部长郭志辉承诺讲，对 AI 用电的需求和能源配比敢会调整的部分，暗算7月中会对外来公布调查的结果。国科会主任吴成文是对外表讲，要和辉达的高层接触，若投资台湾算力，嘛会研究关一个算力给学术界。国科会公平提供予有需求的机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